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6月18日啦。今日係農曆嘅5月初4日，係星期四，係叫做癸亥嘅水豬日。就生於1983年嘅人呢，就叫癸亥水豬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豬咧就係同蛇相沖，就沖一隻咧叫丁字嘅火蛇，就生於1977年嘅人咧就叫丁字火蛇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咧叫己字嘅土蛇，就生於1929年同埋1989年嘅人咧就叫己字土蛇啦。咁今日咧沖蛇之中咧呢隻土蛇同埋火蛇咧就比較嚴峻嘅，所以咧因為佢係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噶啦。嗱，豬同蛇相沖咧，通常係應喺咩地方多咧？通常咧係好容易唔開心啦，喺人事上啊特別多紛爭啦，咁思想方面特別混亂嘅，口舌是非係容易招惹嘅。咁今日特別要小心眼睛啊、心臟啊、泌尿系統嗰啲毛病啊。尤其是特別要小心個頭同埋個面咧，今日好容易受傷㗎。因為咧喺交通意外方面要特別要注意嘅今日，所以過馬路嘅朋友同埋揸車嘅朋友咧，特別要小心交通意外啦。嗱，逢沖咧就必動嘅，所以咧我建議咧屬豬嘅朋友同埋屬蛇嘅朋友咧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、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咧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，將自己運程咧提高佢，希望咧喺今日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30位咧就係西面喎，咁西面咧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尤其是屬雞嘅人就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西面咧係雞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咧有2個時辰咧，特別我哋要注意嘅，就係一個早上嘅9點到11點嗰個丁巳時，同埋晚上嘅9點到11點嗰個癸亥時。咁呢2個時辰咧，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今日咧如果想催財嘅話咧，最好喺咩方向咧？原來咧就喺南面，因為咧今日嘅財方咧就喺南面嚟嘅。咁我哋可以點做啊？可以出門嗰陣時咧，向住南面嗰度行15分鐘啊，去接一接個財神啦。你就可以用一個叫財神時啦。咁今日嘅財神時就喺邊一度咧？就係晚上嘅11點到1點呢個壬子時啦。可以用呢個財神時去催財啊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啊。原來屬兔、屬狗、屬龍、屬虎、屬羊、屬鼠都係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咁佢有幾幸運啊？又屬兔同屬兔咧，就有一個天月貴人同埋一個福星貴人去睇佢嘅。屬龍方面咧，就有咩貴人咧？就有一個天官貴人同埋一個喜神啦。至於屬羊啦，咁就有個三合貴人去睇佢嘅喎。屬狗咧，有一個天官貴人去睇佢，而屬老虎咧就有一個六合貴人去睇佢嘅。而屬老鼠咧就有一個財神爺去睇佢啦。所以咧，今日屬兔、屬狗、屬龍、屬虎、屬羊、屬鼠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嘅。記得想逢凶化吉咧，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你所做一切嘅善行，終將都回到你身邊噶。大家一齊多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